伊拉家甲官田这片经过中华农产精水，甲另外一张无中华稀有地，历史土地差不多，农业生产的环境却大大无同。但议员质疑的是，国土计划功能分区第二阶段所公告维修标准却欠公平、成何体统？要求农业局重新启动农地资源的调查，互乡亲一个交代。你们狮子拢无要声音吗？恁之前无要声音吗？你甲我讲。好的农地，甲你划农二，看起来是无经过用的，无一寡农业设施就划农一，我们来跨局出来进来处理。对，所以我讲这期你们要农业局要重启农地资源调查，然后去把它修正嘛。无国路计划买，可能再重新有检讨的空间是什么？接线议员嘛表示，以4当前的提案要求制定宠物生命纪念自治条例来健全宠物的后事，毛民众会当找到合法业者。不过4当过去到达拢无一个业者，强烈要求农业局比较台中等县市的经验，伫近年来完成条例送议会，对此市长嘛答应会尽速完成。对，阮会上紧的速度落去处理啊，我知道上紧的速度，我希望伫今年内当做好啦。好，是。会中议员嘛建议将囤房税税收会当转做青年租金的补贴财源。对此，市长表示，虽然囤房税是每年增加的税收，但今年已经增加租金补贴的名额，互需要民众来申请。台南新闻，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。